旺角核心地段超過22,000尺樓面，仲有巨型廣告招牌幫你吸客。想揾咁嘅優質靚鋪做生意，就要留意我哋嘅介紹啦。為大家介紹嘅就係香港人好熟悉嘅旺電旺角電腦中心，大廈坐落喺花園街同奶路臣街交界嘅單邊位。呢一度係波鞋街最旺嗰段，周圍都係潮流品牌、運動用品旗艦店同埋打卡熱點。睇下成條街人頭湧湧，就知道有幾多客源。今次帶大家睇呢一個市場上罕有嘅巨鋪，包括地下同埋1樓至3樓，總建築面積大約22,125平方尺，地下有一個鋪位連同入口，面積大約1,200平方尺，樓底大約5.1米咁高。1樓至3樓，全層面積由6,773平方尺至7,125平方尺，樓底高度大約3.2米，配合小柱設計，空間開闊靈活，加上獨立冷氣系統，電力供應亦都十分充足。而商場更加自設專用電梯，確保人流暢通無阻，適合金融證券、運動品牌、化妝藥品同埋潮流服飾等行業進駐，係打造品牌旗艦店嘅最佳首選。物業仲有一個人冇我有嘅賣點，就係呢兩個大型戶外廣告位。向花園街呢個巨型廣告位長約110尺，向奶路臣街呢邊就長約58尺。想象一下，將你嘅品牌向成條街嘅人流展示出嚟，絕對吸睛又吸客。旺角係香港人同國內旅客嘅消費熱點，由旺角電腦中心行去旺角站都係2分鐘左右。周圍又有巴士站、小巴站同的士站，交通超方便，名副其實路通又財通。呢一個罕有嘅鋪位，集位置、人流同宣傳優勢於一身，連同大型外牆廣告位，可以分層由1層起至全部4層一齊租用，歡迎各界洽租。嚟緊就係聖誕同新年嘅黃金檔期，想揾個靚鋪搶盡生意商機，就要即刻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啦。